有冇聽過一句嘢叫做富不過三代呢？喺依家呢一個變幻莫測嘅社會入邊呢，有好多公司呢開得快，亦都執笠執得快啊！但係呢，喺德國呢，有超過1000間隱形冠軍呢，佢哋呢平均嘅年齡竟然係60年以上喎，甚至係已經傳承咗100年嘅大公司啦。到底呢，佢哋點樣做到一代傳一代，而且呢代代都係市場嘅霸主嚟嘅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el 老闆，目前經營5間鋪頭。今日呢，就繼續講《隱形冠軍2.0》呢本書啦，咁亦都係呢個系列最後嘅一集嚟㗎啦。咁今日就會講呢個永續經營同埋傳承啦。咁我哋呢，就會拆解呢一啲小巨人究竟點樣抵抗短期嘅利益誘惑，而將一門生意變成一門藝術呢，做成一個家族嘅榮譽呢。咁隱形冠軍呢，同大企業最大嘅分別呢，就係佢哋有好多私營或者家族持有。呢一點呢，好重要啦，因為佢哋呢唔需要呢每3個月就向一次股東交數啦，佢亦都唔追求短期嘅股價飆升啦，佢哋追求嘅係長期嘅存續啊。喺書入邊呢提到啦，做一個老闆呢，諗緊呢嘅係下一個10年啦，而唔係下一季嘅報告嘅時候呢，佢嘅決策呢就會完全唔同啦。佢會更加願意去投資喺研發方面啦，或者更加願意去照顧啲員工啦，甚至更加願意去耕種一啲客戶嘅關係啦。咁呢一種呢慢即是快嘅哲學呢，反而令到佢哋喺幾次嘅經濟危機入邊屹立不倒。咁我喺經營實體店同埋網店嘅時候呢，對呢一種長期主義都有深刻嘅體會啊！喺網店呢，好容易就會做到想賺快錢嘅感覺啦，例如跟風去買一啲爆紅但係質素勁參差嘅貨啦。但係呢，如果你想成為隱形冠軍咁樣嘅話呢，你就要學識拒絕啦。我哋網店呢，寧願賣少幾樣 product， 都要確保每一樣賣出去嘅貨呢，過咗1年之後，個客都仍然仲讚口不絕緊嘅。咁呢一種口碑嘅累積呢，雖然好慢，但係其實佢係最穩陣嘅廣告嚟嘅喎。咁喺實體店呢，傳承呢係一種人情味啦。當一個客呢細細個同你買嘢，到佢大個咗帶埋自己啲仔女過嚟幫襯嘅時候，呢一種信譽呢係幾多廣告費都買唔到嘅喎。我哋呢就會教員工唔好為咗做成一單生意而講大話啦。誠信呢就係隱形冠軍最厚嘅底氣啦。咁最後可以講下接班人啦。咁呢，究竟隱形冠軍點樣揀佢哋嘅接班人嘅呢？佢哋呢其實唔會揀最聰明嗰啲啦，唔一定揀最聰明嗰啲，而係揀呢最認同公司文化嗰啲嘅。因為好多接班人呢，其實都係由底層做起啦，去工廠嗰度搬貨啊、跑客啊，真正明白到呢公司呢係點樣由0到1去做起嘅。更加重要嘅係呢，佢哋傳承嘅係一種使命感啦，因為佢哋覺得呢，守住呢一間公司對社會、對員工，甚至係對祖先嘅責任呢，係一個有靈魂嘅企業，係唔會俾社會市場輕易淘汰嘅。咁呢個嘅祖先呢，咁就當然係指公司嘅上一手啦。咁呢一集呢，我哋就講完㗎啦。咁我哋由呢個專注啦、定價啦、人才數字化，甚至講到今日嘅傳承呢，希望呢5集可以幫助到生意想做長嘅你，甚至係做深嘅你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開返 notification， 咁我一出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。如果有咩書想聽，可以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我係 Mel 老闆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